来继续来到屏东的东港，这个平均的风速12级，阵风有14级，甲这个建筑工地看板吹甲拢坠落来，砸到双向的车道，甚至甲海巡署的铁门吹甲拢歪去。这个做风台，搁拄好去拄到这个农历的满潮，这个住户是准备沙包来挡水嘛是无效，海水也是灌入去人家厝。 因为风台关系，屏东县东港镇东兴3街建商大型看板倒去，车路占一半较低。火车想要闪过，是好强风吹一个小可偏一个，显示东港镇的阵风真大。中央气象署发布强风的警告，东港顶地区会出现12级平均的风，也是14级的阵风以上的风力。呼吁民众爱细致强风架起来的物件，因为强风一个吹，雨一个扫，乌多摆倒伫涂骹，汽车辆都慢慢啊驶。居民秘伫的厝内，东港 的街仔路，敢若看到少数的车辆在行，拢无过路人，看起来真冷清。台风呢是阵阵的逼近台湾，而且脚步才刚往前迈一步，不过它的威力真的非常的惊人。画面上可以看到呢，在屏东东港这边，现在的风势真的是非常的强劲，让这个海浪一阵一阵打过来呢，是越打越高。不过呢，就连这个海巡署的这个铁门呢，因为强风的关系，也已经被吹歪了，真的是风势非常的强。 码头附近嘛淹水，为太阳淹水程度来看，差不多知影淹水的悬度。是讲这个水不是雨水，是海水。镜头扭近，这海水是由这个所在淹到路面的，因为对着南楼满潮，海水水位灌过路面，灌入东港港边啊较低的所在，上深的所在差不多到骹肚。在地人表示讲，变到大楼对海水倒灌，再加上风台雨，只好用沙包挡水，减轻灾情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